拜登宣布退选这件大代志，对咱台美关系甲台海的局势嘛是可能有影响的。咱的行政院长杜英泰是表示讲，相信美国人会选出上好的总统，强调台美之间是有维护台海安全的共同责任。咱的前国安会秘书长苏启达来分析讲，这个拜登退选，颠倒有可能是互民主党更加团结，也毋过最后无论是谁赢，台湾拢应该爱家己来处理两岸关系。美国总统拜登宣布退选，为美国大选投下变数。多日有一场美国总统大选观察座谈会，全外界普遍看好共和党川普形势。不过，参加学者认为，反对党可能会互川普政策被放大检视。前国安会秘书长苏启是表示，拜登退选，反对党可能激起民主党基层团结。不过，不管什么人赢，台湾拢爱家己处理两岸关系。两岸要对话，这是唯一的自救的方法。你台湾不想办法自己处理两岸关系，什么东西都交给美国来处理，那现在好了，美国两手一摊，他自己都自顾不暇了，他还管你吗？我们的壮大还有国际的支持都是非常重要的筹码和必要，但是这个筹码的运用不是为了对抗和战争，而是为了和平。苏启分析。用川普的言论来看，那伊当选对台湾较不利。不过目前拢是选举的话，其实实际情形要等到确定执政了后，才能知影对台政策的调整幅度。面对美国大选出现变数，可能牵动台美关系甲台海局势。行政院长杜英泰表示，相信美国人会用上悬的智慧选出上好的总统。台美的关系近年来持续稳定的发展，我们相信美国人民会用他们最高的选择跟智慧，选择他们最好的总统。杜英泰强调，台美有共同的国家利益，甲维护印太地区台海安全的共同责任，也甲民主友好国家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秩序。记者综合报道。